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今暝咱来读教育部114年度的朗读稿，社会组的朗读稿有伊的难度。反正就是我敢若自当时开始读念啦吼，反正真是读到这个114年度的社会组朗读稿。社会组的朗读稿伊敢若迄个啥，教育部的网站有，其他的所在敢若无去。就是讲，因为这朗读稿有学生组的嘛，学生组就是互学生囡仔读的，所以真侪出版社因就会真拼势去找老师、找人来读念，所以变成讲，就有较侪文本。也毋过若社会组，就敢若有网络顶悬可能敢若剩教育部因的网站有去，所以变成讲，上面来感觉社会组的大人、大母种啊，家己有材料处理就好啊哩，所以就不管啦。所以变成讲，即个部分就会敢若较欠缺啊哩，所以。我正看的是应该可能，这是啥？讲孙一伦吼，总统教育奖的得主孙一伦，伊真敢若是高雄某一间高中的，正可能高二的款吧。就高一读完，正休偌煞，就要读2年啊。所以伊敢若嘛前一阵仔今年有去考。成功大学的认证考试，可能嘛已经算4万来款吧，我印象中，所以可能这个社会组的清单，我正打这个清单啦吼，我定文章的部分可能真正爱去迄个教育部的网站，教育部的网站因迄个啥，全国赛是12个，因会甲迄个全国赛有设一个专区，所以迄个专区我看，有当阵啊，因为我毋捌去参加过，我毋知影啦吼，所以因的网页有当阵啊，因为用无够侪届，所以就无实时的款，可能是安尼。伊正要读的即个114年度的朗读稿，吼，社会组读完了后。可能就要读这个115年度的，115年度的就是因年底的时阵会要学生囡仔读的，所以目前预计若无其他的意外，可能就是读完国中吧，就当作是迄个啥，准备教育部认证考试用的认证考试强在是有伊。考试的迄个啥美感啦，所以朗读稿我是感觉不哩啊，会使摕来合做准备考试用啦，有一寡内底的字词啦吼，讲啥回顾，迄文章拢是真侪人写的，所以我感觉迄是拢真有参考性啊。然后嘛，搭一个迄个教育部的700字算是。教育部公布的第一批嘛，当然今年4月22，敢若是第5批啊、第6批啊吧。所以，坦白讲，台语人讲台语，这个字数强在是无够的啦，所以有可能安怎讲，就加看看吧。然后再搭一个，这虽讲是2005年中华文化署诶。变调标示清单迄个部分，但不过入去因的迄个台语做卫生的网站，我那嘛在找到真多资料，所以我感觉嘛是会使供参考。所以我搭一个迄个台语做卫生啊，讲迄个啥，陪你学台语的 APP 我建议。甚至中央文化署因伫迄个 Vocus 的迄个叫啥
文章有写一篇，提供学台语的一寡方法，所以总是做咱参考。今年到今才找到这个114年度这个教师组、社会组的朗读歌的文章，你能这个信息我伤多啊，所以在你落出来。进前是哪过新北市的迄个114年度的，所以伊顶个是各县市因嘛会去新北市外大市区个，因为刚刚就是各县市去找选手的时阵，伊嘛会安尼讲，去找一寡老师，找一寡专家学者去写文章的，所以对今年新北市敢若头一篇就是张国荣老师的文章。可能差不多是这吧，应该是。不最后我很清楚这个当地的一些生产情况的话，好，我伫我就讲啦，都喊来愈好，时间来愈好。大概时间也毋是9点至10点，做伙来遮读寡册。啊那时间到，咱就转来读这个教育部114年度社会组的朗读稿，最后2篇，这2篇读完，可能要读这个114年度的115年度的学生组的按国小，可能国中，大概可能刚刚国中就考试了吧，差不多是安尼。好，安尼，咱就来读这个文章，第27篇，这个有呐，那个志愿，我毋知你有方便啊无方便，欢迎到安心自在。所以有哪咱先来读。我讲这社会组真正文章有较硬道，较特别，较有袂少物件通个细汉学习啦。后来我可能先读一段，啊有哪看你要读2段，还是安怎拢 OK。好，来第27篇，无电视的囡仔时代，叶小弯啊叶淑弯。细汉的时阵，阮兜住伫外岛金门，迄当阵科技也无遮尔啊发达，逐口罩普遍拢较散赤，毋则厝里无电视的占较大面，敢若1-2间柑仔店门口会插电视，啥人去因遐交关，便若要阿嬷食饭饱，身躯洗好，遐的三节公4斤薄，大家就会穿衣头啊，摆伫柑仔店的门口埕啊坐几排，哪看电视哪卫生，看甲够气，才随个啊转去困。这是向时金门做事人上玉度的义务，就准点落来啊。安尼有哪换你读一段，才换准点接续来读。阮读到27篇，无电视的囡仔时代。好，有哪换你？迄当阵，阮东窗的因兜拢是种田的较济。阮阿爸是公土人员，因正兴盛我3顿有白米饭通食。我颠倒较介意食番薯，可能是三时有尽的款咯。三时有尽会去高精，一粒一地同学因兜食番薯糜。阮阿母当讲我有福，毋知报晓。虽讲有白米饭通食，嘛是无量上钱通买电视。伫迄个无电视、无手机仔的年代，放学转到厝，毋是甲阿母斗相共，就是读册甲看报纸。老师有吩咐，逐工着爱读报纸，内底的社论甲副刊的文章着爱斟酌看，面烂读，认真读册甲斟酌看报纸，着成做我逐工的工课。好，感谢。准电话你有对着无？是讲是台湾的囡仔野球，名
学做入着名声探世界。因伊拍赢了后，代表远东地区去美国参加冠军比赛。迄场比赛跳热的时阵，半暝啊，阿爸甲阮5个囡仔叫进去，带阮去伊食头路的所在，看实况总转播，嘛有传一寡刺绣仔，互阮感赏。阮的心情有比赛起起落落，赢球的时阵倒咧笑，输球的时阵倒咧哭。虽然因的对手阿多啊，大家拢无强大汉，咱的选手嘛真巴结，足拼势，愈投愈在，愈讲愈稳，手臂嘛无老废，将其无，真无简单才得到冠军。比赛煞天地拍不光啊！比赛煞天也拍不光啊！4颗练转，拢咧放炮啊！阮嘛欢喜甲水笑目睭。你甲读完？囡仔时代，阮厝里无电视，我嘛袂感觉稀奇。我会当去农学因兜翕土红啊，翻松水，会当去溪边掠鱼啊，会当去找阮外妈，看伊咧炒果，咧破蚵，嘛会当叫阿母去菜市啊，找菜市啊玲珑色。伊当阵定定无烦无恼，安尼敢毋是上简单的幸福咧？虽然年久月深，到今抑阁牢咧我的心内，无法度甲放袂记。好，感谢。迄个最后一段啦吼，生水嘛有生水啦。当然，华语是桑葚嘛，啊毋过可能我袂捌字进前嘛看到，就敢若晓桑葚尔啊，啊袂晓伊是生水的生啊，所以有盐生啊，安怎讲？叶啊饲牛啊嘛，啊伊会若母的伊会结生水通好食，就讲，我嘛是差不多13年才知影讲，食物，搁讲木龟，伊嘛有公的甲母的啊，公的是袂发木龟啊，伊会开花啊，啊毋过伊袂发木龟啊，啊母的木龟，伊开花了，然后授粉，才会结籽生木龟啊。所以有不了侪食物是有分公的母的安尼啊，所以生水嘛是啊，好啊，这是生水。啊，佮进前迄个是翕土红啊，甲翕土红啊，因为迄个红啊应该是迄种的吧，掠要土啊，甲迄个啥倒壳啊是安怎吧？当然这我毋捌算过，我毋知，只是我理解敢若是安尼。好，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读完这篇了有啥物想法？看法？到顶可能是毋敢若收红啊尔，是红啊，是红啊嘛吼，啊所以翕土红啊，啊当然第一瞬间可能的标准是土红啊，毋是啊，所以就是红啊，所以土红啊，社会组的文章真正是较无好读，啊个我毋知各位朋友感受会着袂？我个人感觉有当中一寡字词，敢若超工要家用，甲足高深啊，还是安怎？毋过真足读的，我感觉，最近听到迄个啥中文的讲法叫硬要的，
硬要甲伊挤入去迄种诶。当然，伊即种社会组诶文章，就是要互遐读念诶人有一寡安怎讲条件吧，敢会使安尼讲。好，毋知咱台顶诶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第二段、第三段迄个啦吼，三时有准当然是有，不了济算瓦语词嘛，这个瓦语嘛，就是近义词嘛。就讲，三时有准，三时有准，三时有准，吼，就是无咧定定，有无咧逐工过年迄种诶啦。所以就是有当时啊啦，拄着啊啦，有时啊啦，有时阵啦，罕得有时有准安尼。所以，足侪字词是拢听过替换用诶。所以第一即个，迄个啥，伊诶用字用词就是会做一寡调整吧。好，毋知咱台顶诶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有要读较长一寡无？准定是读对只是读后壁两段嘛，有咧读头前两段，有哪才读后壁两段呢？而且这篇有一篇拢字数袂少，毋过段落就甲伊写较少安怎讲？无较济段，无像进前两篇有够济段诶安尼。来，是诶，囡仔时代念小学，细汉诶时阵，到住外岛金门，迄当阵无去，也无遮尔发达，学口早普遍拢较散车，遮处理无电器诶，遮画面。电器，请人去伊遐交换。然后阿嬷也规真无，逐个都会传伊头摆伫柑仔店的门口，摆伫柑仔店的门口行，坐几排，看电视，卫生，看甲到开遮水的囡仔转去滚，这是向是金门做事人上有道的意你都加一字啊！你都第一段加一字，我今歹势咧继续读。上有道。顶管水个啊，毋是水个囡仔。一个一个啊，就是对啊，看到佢咁样转去。迄当阵，阮东涌的因兜拢是种田的较侪，伊门种田。迄种诶，种迄个啥麦吧，是毋是？就是大牛迄种诶吧。迄种土豆番薯吧。土豆番薯，搁麦吧，是毋是？我有一寡麦了，是毋是麦？还是我记毋着？反正因遐敢若无水产的款，我印象中。歹势你继续种田。阮阿爸是公教人员，因食新鲜，我三顿有白米饭通食。我颠倒较介意食番薯，三时有准，会去交钱一粒一个中学，一粒中学因兜食番薯无？阮阿母拢讲我有空，知补习，希望有白米饭通食，嘛是无量上钱通买电视。迄个无电视、无手机仔的年代，放学转到厝，毋是甲阿母斗相共，就是读册，甲看报纸。老
有反复，逐工就爱读报纸，内底的社论甲副刊的文章，就爱真足看，意愿看，认真读册，甲真足看报纸，都真做我逐工会读。好，感谢。这才是面烂读啊，看甲读。当然，这讲做英语可能拢是 reading 吧。中文才会分讲是目睭看，还是啥物喙读出来安尼。好，来，阮阿你。苏当时，台湾的囡仔野球队名号做金龙，名声创世界。即年拍赢日本了后，代表阮东地区去美国参加冠军比赛。迄场比赛是伫秀热的时阵，半暝阿爸甲阮5个囡仔叫精神，带阮去伊食头路的所在看实况转播，嘛有传一寡四首仔互阮搭讪。阮的心情对比赛起起落落，赢球的时阵对咧笑，输球的时阵对咧吼。虽然因的对手阿斗仔逐个拢高强大汉，咱的选手嘛真巴结，足拼势，愈斗愈在，愈讲愈稳，手臂嘛无落开，终其尾真无简单才得到冠军。比赛线天也拍扑啊，4箍位仔拢咧放炮啊，阮嘛欢喜甲喙笑目笑。囡仔时代，阮厝里无电视，我嘛袂感觉稀微。我会当去同学因兜翕土翁仔、挽酸水，会当去溪边掠鱼仔，会当去找阮外妈，看伊咧吹粿、咧破蚵，嘛会当对阿母去菜市仔玲珑洗。迄当阵定定无烦无恼。安尼敢毋是上简单的幸福咧？虽然年久未深，到今还阁牢伫我的心内，无法度甲放袂记去。好，感谢。有人来啊，阮读的这是第27篇啊，吼。我就讲，伊真正当然这是经过铺排啦，吼，就讲要写无电视的囡仔时代，因为电视敢若是1970年，还是1958，我袂记啦，因为我毋知。阮就是有啦，有印象就是有电视啊。毋过当然囡仔时代，阮兜毋知当时我袂记啦。反正伊讲的无电视的时代，我是毋知影，总是有看到资料有。啊，金门敢无较晚有，我毋知影。就讲无电视当然无电视的迄种算法嘛。啊，即马当然就出是就是3C 电脑电视即种的嘛，迄是完全无共款的时代啊。好，迄叫你嘛来，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算是，你讲，系啊，我就感觉，这拢江腔的味啊。无，而且江腔、专腔字我是看无啥会出来，就讲伊，敢会是因为因阿爸的身份的关系，所以呈现袂出来迄种金门的特色。毋知呢，因我捌的金门敢若无遐侪人，嘛无侪到讲，互我有较深的印象，听咧讲，较无啊，所以毋知咧，毋知咱。我会判断是安尼啦，第一个吼，第一段、第二段厝里，专腔话拢讲厝内吼，第一个话讲里，过来一东西、苏东西，这毋是阮会讲的关系东西。所以金门是较晚啥物腔？我毋知影。因较晚全腔晓。东华区啊，因为是离岛嘛吼，对啊。就是，所以伊的腔口的套路吼，比
台湾佫较少，对，较单纯，较无遐交叉啊。是。所以，而且金门有一个腔，那总共有看过相关的影片，还是有采访的，其实就拢有不哩明显。啊，当然，敢会是伊去用雕过啊？我无确定。所以就四段吼啊，有一寡戏是我感觉拢敢硬要斗，还是硬要去，讲年久过深，我感觉，若是我袂安尼用，我会可能用别个词。我会年久过深，我可能袂用伫即个情景、即个语境。啊，其他毋知咧，可能我手路无遐迄种的，所以就较无迄落。啊，过来第三段，伊咧讲啥物？对那爸去看迄个实况的转播，或者金龙队的。当然，迄个时阵我印象中，迄敢若是1980年进前哦，我毋知，因为我无拄着。啊，所以看到遐个资料，伊咧讲的即个，是捌听过啥物 William Butler 吼，还是啥？迄我感觉我足细汉时敢若有淡薄印象，因为我嘛无看即种野球，看甲遐尼白，毋知影，所以就对遐历史无讲介理解。啊，去到美国比赛即个部分，敢是台湾有2-3届的机会代表去比赛吼，因为较久之前是啥物红叶嘛，对无？敢若台东遐个球队嘛，啊，伊则讲嘛是代表远东地区去。啊，因为即种野球敢若分少棒甲青少棒嘛，就讲有，我会记至少2种未成年的迄个分类嘛。啊，所以我无确定，即个历史有当中，我有当中怀疑因写遐个文章啊，可能因为拢是属于迄个啥个人的迄个想法，所以有一寡讯息，我就感觉怪怪。啊，有诶去查了，较想影就是根本就毋是作者所写安尼，抑毋过可能苏当时遐个文章诶评审老师就无去要伊迄个事实诶身份啦，就讲你若写科学诶，可能就真紧就会使敲出着讲，到底所写诶是安怎？抑毋过有当中写一寡，迄要安怎讲？参像这，佮讲金龙啊去美国比赛，这可能会使随查出来，哦，拍赢日本，啊，就去代表你。啊，毋过有当时是毋是讲散文即种文体，伊迄个事实的程度是毋是原来嘛有真差？这我无确定。好，志源甲 Kevin 嘛起来，毋知咱台顶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下面即顶头迄段第二纸吼，伊讲虽然因的对手阿多啊，大家拢安怎，感觉怪怪，手阿多啊，因为应该我感觉袂啥会顺咯，对手阿多啊即个字，当然咱知影伊的意思，对。但是我感觉伊写这安尼写起来怪怪，所以我就讲就是敢若硬要斗的，你知哦？因为因的对手拢高强大汉，吼，还是因的阿多甲对手，大家拢高强大汉，所以就讲因的对手，伊去到美国比赛嘛，啊，强在是外国人啊，对无？尤其对咱来讲，外国人啊。啊，只是伊甲对手甲即个阿多啊，嘛毋知你哪会敢若，所以我就讲有一寡字词真正是硬要斗入来安尼啊。高等，伊生做高强佮大汉。当然高强即个词高等是讲又念做高强啦。啊，因为我会记四字词，我嘛是拢读高强大汉啦。啊，
目前教育部伊的即个高墙大汉即个词啊，伊敢若有写汉字甲罗马字，伊无画线。无画线的意思就是讲，你无法度佫点入去讲，即个细长，细长是啥物意思？身体强壮或身材魁梧安尼，伊生做真细长，会使点入去，袂使点入去，真差是伫遮，就是有啊。伊甚至敢若提供汉字，连罗马字也无提供。这可能就是因开会还无结果出来，还未达到一个共识，讲要安怎读念，因为敢若目前无法度，或者是还未参像因1920年代咧决定因的北京语还是普通话的字音要安怎读念。以前1920年代的中华民国教育部敢有一个什么国音会议吼，还是什么国音定音会议去定讲，即个汉字为着要互因中华民国有一个统一的声音，要安怎读念？甚至我看到资料是毋是真诶假，讲说用牙手标决的。即字读即个音的牙手，读即个音的牙手，看倒一个音上侪人牙手，决定即字就读即个音呢。所以变成讲迄1910年代、1920年代，甚至到20年代尾期，就是讲以前还佫伫是毋佫当咧乱了，什物军阀，甲所在拢落条的，无在条真正正常国家伫咧发展，愈后壁是愈乱嘛，所以有当阵因迄个普通话嘛是看起来嘛是敢若喊喊啊呢。所以即个因的对手读啊怪怪，我嘛感觉咧读的嘛感觉怪怪啊。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有林纪元 Carol， 我有起来。我无看到3年以样歹势，安尼是毋是？玉林要读出来，后壁应该使讲读一段呢。玉林读第一段，纪元第2段 ，Carol 第3段，Sunny 第4段，好无？我大家读一解。点头哦。对啊，点头读啊。我毋知你有听到是啥，反正就是来继续好。第27篇，无电视的囡仔时代，夜宿馆。细汉的时阵，阮兜住伫外岛金门，迄当阵科技还无遮尔发达，口罩普遍拢较散赤，而且厝里无电视的占较大面，敢若一两间感觉店门口咧菜电视，啥人去因遐交关，便若要阿嬷食饭饱，身躯洗好。遐个三节公四金箔，大家就会穿衣头啊，摆伫感觉店的门口埕坐几排，哪看电视哪画线，看甲够开，才随个转去困。这是向是金门做事人上了道的理由。好，感谢啊，纪元华你。迄当阵，阮统的因兜拢是种田的较侪。阮阿爸是公教人员，因正阴线，我3顿有白米饭通食。我颠倒较介意食番薯。三时有阵会去高中一粒伊的同学因兜食番薯糜。阮阿母拢讲我有福，毋知报销。虽讲有白米饭通食，嘛是无量上钱通买电视。伫迄个无电视、无手机仔的年代，放学转到厝，毋是共阿母斗相共，就是读册甲看报纸。老师有吩咐，逐工就爱读报纸，内底用议论甲副刊的文章爱斟酌看，面烂读，认真读册甲斟酌看报纸，就正做我逐工的工课。
好，感谢 Carol 你。苏当时台湾的囡仔野球队名号做金龙，名声透世界，名声透世界。迄年打赢日本了后，代表远东地区去美国参加冠军比赛。代表远东地区去美国参加冠军比赛。迄场比赛是伫歇热的时阵，半暝仔阿爸甲阮5个囡仔叫精神，带阮去伊食头路的所在看实况转播，嘛有传一寡四首仔互阮淡散。阮的心情对比赛起起落落，赢球的时阵对咧笑，输球的时阵对咧哭。虽然因的对手阿独仔逐个拢高强大汉，咱的选手嘛真巴结，足拼死。我愈投愈在，愈讲愈稳，手臂嘛无落气。从至尾真无简单，才得到冠军。比赛煞天也拍破光啊！比赛煞天也拍破光。歹势咧念袂出。比赛煞天也拍破光啊！你家己啊？位啊，拢咧放炮啊！阮嘛欢喜甲嘴笑目笑。你家一个啊？你惯是读拍扑啊光，伊是敢若拍扑光。好，比赛煞天也拍扑光啊！嘿，这真正就每一项用字用词的一寡真差，啊，就去互头壳内底迄个水平较悬的词扭去安尼。好，把未来先听来，3年后咧读最后一段。囡仔时代，阮厝里无电视，我嘛袂感觉稀微。我会当去同学因兜，即个翕图案，应该是图案，图案，伊是伊敢第3条嘛，案嘛，所以图拢会变，拢变第1条啊。图案啊，系啊，翕图案啊，班酸水还是酸水？会当去溪边掠鱼仔，会当去找阮外妈，看伊在吹粿，在破蚵，嘛会当对阿母去菜市仔坐玲珑车。迄当阵定定无烦无恼，安尼敢毋是上简单的幸福咧？虽然年久未深，到今也搁牢伫我的心内，无法度甲放袂记。好，感谢。我讲这，就讲社会所的文章真正是较侪迄种，美感还是含生，就是讲有的字词真正无好读念安尼。好，安尼，咱来读后一篇。请讲，顺利讲。翕图案啊，我有查着，但是参考尔哦，因为吼，要安怎查你就Google，甲翕图案啊一4年吼，头前甲后壁拢加无 quotation 哦，就是，就加款的。考起来安尼。叫引号考起来嘿，伊敢若找伊会找一4年，拢有出来。我吼查到的伊头前是 AI 啦吼，所以伊 AI，我去看伊有内底有一本出版品，迄是金门的出版，叫做有金东尼啊，有金东尼吼，线顶我都通看内容吼，伊 AI 即摆是讲吼，一款物件我细汉的时阵较算过，但是甲伊讲的，甲伊这解说无共款。我是安怎算的？就是吼，落瓜仔糜吼，落瓜仔糜甲摕来，迄土嘛，啊淡甲摕来，啊甲做一个细细角角，吼，啊是立体的哦，细细角角吼，啊咧下骹迄边哦，挖一空吼，啊因为迄有一空嘛，所以你若倒壳的时阵。甲等咧涂骹兜诶，比如等咧涂骹兜伊就砰一声，吼，阮是安尼算诶。
因这讲，我头仔看伊的 AI 是讲伊做一个是土红仔的形状啦，算法差不多。好，哎，我先伊解说是安尼。感谢准弟甲我分享。我会记我细汉耍的嘛是迄图，就是敢若黏土安尼，阮是做一个敢若有开喙的球，或者是一圆，毋过是空的，就是做一个安怎讲，类似敢若碗安尼，毋过咧耍的时阵，阮是甲伊我大力甲伊等咧涂骹，还是甲伊放咧涂骹。因为迄是一圆嘛，有空嘛，哪碗嘛。碗当然经过烧了是定的嘛，迄灰啊，也是粗灰，不管，迄就是烧过口都安尼定嘛。毋过，阮就是会伫田里，找一寡迄黏土的，就甲伊做一圆，毋过是空的，甲放要涂骹的时阵，有气体嘛，就破去，破去就听到噗一声。我袂记迄当阵到底是纯粹伫咧比看像弹了，迄个图会较大声，还是安怎？敢是要比输赢，还是无咧？嘛无，因为迄种黏土，尾啊，敢若是我读大学，我袂记着，我捌去南投迄个啥抓药吼，就讲烧物件。毋过虽然算的迄土，我想，迄嘛敢会使烧啊？只是囡仔时代无迄种物件通烧，嘛毋知啥物原因着算即种，甲迄伊着讲，另外伊讲。翕土翁啊嘛，吼，迄翁啊就是整做一个 container 嘛，就是有一个开喙安尼嘛，所以我无确定伊即个安怎算。准弟拄则所讲所采，我细汉的时阵算的可能甲准弟细汉算的共款，只是阮毋是家己做整做四角形的，阮就是整做敢若一粒球，还是讲的翁啊安尼一种形状的就对啊，即种外形嘛，因为。迄个图敢若无讲介好摕，无满世界有，因为可能甲迄所在土质有关系。反正这可能是小学的时咧算，因为到我小学后壁，就敢拢爱读册，还是安怎，就较无算遐尼济啊。尤其印象中会算遮的大部分拢是，伊迄个时阵，爱分下晡还是下早啊？就讲敢若上课敢若上一晡就对啊。我会记得，敢若是1年啊、2年啊，看我袂记得，就是若上下昼的课的时阵啊，就是食饭饱，阁会使看电视。若上下早啊，就是敢若转来食饱了后，规晡就拢咧算啊。算的物件就是。含你讲的有差不了济，就是阮无去掠鱼，阮遮嘛无酸水通好捌，阮是有讲去共偷乌番薯、控油，还是偷番芭乐、莲雾水果食的。莲雾可能无啦，可能芭乐啦，就是较粗俗的水果，无就是啥物灌豆杯啊、掠草莓啊，还是正月15进前会去共测。竹啊，做火把、做火把、点火安尼，所以反正囡仔时代拢差不多，敢若是小学1年啊、2年啊，读半工的时阵，才有通好算食的。尾啊，爱读规工的了后，就敢若剩拜6礼拜，拜6礼拜嘛是拢爱安怎讲，就敢若伊嘛爱甲处理斗3工啊，所以尾啊读规工的时，就敢若较无迄种。学生时代算的迄种印象啊，就敢若较无啊。翕图翁，因为翕就是倒壳的迄个概念吧。我咧猜想，因为伊即个翕毋是翕相的翕，虽然讲是共一字，毋过迄个概念是无相款的。所以我咧想，我的经验可能甲准弟所讲的较相像安尼。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请讲。他讲的对啦，阮嘛是去产的，乌的产土，产土然后水，水就是黏嘛，嘛是乌产土啦。过来是讲，你讲安尼有啥好算哦？其他人是安尼哦，你敢若
我一空啊吼，啊你做的吼，啊等你拖再讲，你等，看你等落去的时阵，看啥较大声，啊就干那尼尔，吼，咱较早囡仔拢就顺谱的，就讲，嘛有用纸无，纸拗的无，啊家己甲手安尼甲海甲手一个，啊就噗一声报纸，安尼嘛是真正好耍，较早囡仔嘛是算这个啊。迄个报纸就是敢若类似敢若家整做，因为拄嘛讲到野球嘛，我记嘛是摕报纸摕来家做手套是啥？啊，做迄个纸型，我即满已经袂记安怎拗，就是拗完了，就伫咧空中安尼摔过，还是下过，啊，就迄个纸本正根本拗伫内底，啊，因为你毋是规个手甲迄个纸捏掉掉，你可能摕一角仔尔，啊，就伫空中安尼扣啊是安怎？啊，迄块拗入去的，因为空气的关系，就会噗一声，就一个声就对，啊，就是真正就是，即摆想，敢有啥物好耍？要毋过苏东是就感觉真好耍啊。所以真正就是较，呐，伊讲嘛，安尼敢毋是上简单的幸福咧？对啦，就是足简单的，啊无啥物爱拼输赢，还是爱安怎无啊？就是囡仔时代就是即种状况安尼，趣味啊。好，安尼，咱来读后一篇。后一篇我看伊是有一段真正安尼话到长啦，吼，啊，所以可能是甲伊切一半。可能是可能读到迄个音号遐，所以可能是毋是我看1、2、3、4、5、6，安尼。有若读第一段，啊，准着读第二段的前半段，读到音号遐，讲路途是8字尔。然后叫恁接续落去读路头水嘛，然后志愿读正面迄段，然后三年读中迄段，啊爸咪读尾啊2段，互你压尾，有一寡字词无好读的，安尼，好来开始读好无？来，有脑你先读，感谢。第28篇，10箍银的享受，含一支银票的愿望。落美足，天才爸母仔光，阿母就伫灶骹兄火煮食咯。细汉的时，逐工都有烧滚滚的糙米糜会通食，有时阿母阁会立我番薯签，迄款滋味，到今我还足少念的。我真爱上大面，毋过见若闻着欠芳的味冲过来。我就会紧着起来，摕阿母互我的10箍含一块碗公，行去头前的店仔买豆腐含油炸粿，豆腐混豆油，啊糜仔配油炸粿，是我囡仔时代上好的享受。好，感谢。三顿浮线，阿母随我。大换桶的衫裤去准交，我学生仔衫真好势，随倒阿母的骹床后，总去。较只后啦，你家改字较只后，当然意思是共款的，啊，过是较只后。骹只后，总去加到洗，阿母若换衫若假时，就爱拍拼读册。若无厝业，就爱去工人徛衫。咱剩下人万项代志，要靠家己不难做，才会出头天。先都唔通，信讲路途是为命。好，感谢。这差不多变成固定的语词语法，先着毋通安怎啦？先着毋通啥？先着毋通啥呢？无就先着北北字，先着安那呢？好来，由另外你感谢。我头水水，
坐伫高底，甲三人开，再文抱一个仔，就互水流甲袂输我的愿望，嘛伫的所在。我若拖衫，高仔底大肚鱼仔，若蹭我的骹皮。虽然鸟到要死，我嘛无迄个美国时间通插伊，规心想要赶紧甲衫洗好好，因为连咪爱个内衫，佮着款阿爸阿母含我的便当，刷落去摕册包，骑铁马赶去5公里外的学校读册。人讲晚起来做无事，啊若阮呢是早早就起床，煞有做袂了的工课。感谢志勇阿丽。惊阿母伤忝，惊阿母伤忝做袂去。考大学迄天，天一个夜下，我随便去圳口洗衫，阿母随逐落来话讲，约啊，莫阁洗啊，你要考试啊。阿母你免烦恼啊，我拢读好啊，铅笔甲笔啊嘛拢传好势啊。等一下我控冰车徛咧，就要考调大学咯。阿母闷闷啊笑，叫我莫想摇摆。来，三里玛丽。因考大学所在应该是做远啊。今年9月，我头一摆离开厝，出门进前，阿母摕一支银票互我，吩咐我毋通伤勤俭，三顿着爱过好交运，才袂拍歹身体。会记得迄支银票淡淡实实，是阿爸阿母互拍你做事做头水所赚来的艰苦钱，嘛是因望查某囝出头天的苦心。我甲钱因踮手内真顶斗，自细汉我就真爱哭，一时目屎哭哭咧，飞也飞袂离，想着家己若亲像毋知要流对倒位去的3分铺共款，心内真惊吓。好，真好，对食迄句有够侪字，你嘛读得真顺，真好，愈读愈顺。来，芭比，你压尾两抓。伫咧找找人生目标的努力，我甲父母的爱一直扎伫身躯边，望家己做一个亲亲雷当白的人，来报答因的疼惜。好，真好。亲雷当白，我拄仔查到底是无收，敢若台一顶有收。啊，雄雄看，应该是敢若讲要卡踏实地吧。啊，伊是讲啥物？伊的台一顶有一个例句是讲，做一个亲雷当白的人，毋通去放动来。因为农业是一个所在、一个国家、一个上个会的头一层，或者是啥第一产业吼，就讲伊有分你一定要有生产嘛，第一产业啊，然后第一产业生产出来物件，你才有通好加工嘛，就第二产业。啊，你加工出来遐物件，要有人去买啊，所以就变成第三产业、第四产业，迄就愈来愈后壁啊。啊，所以亲雷当白，敢是讲叫人爱脚踏实地吧。啊，所以目前敢若看到台二顶有收即个词，我讲即社会组的文章真正有诶字词无遐尼好读啊呢。啊，顶一段，我是读一时目屎哭哭练啦，当然练灯的练嘛，啊，当然练应该是另外一个音啦，因为车练的练嘛，啊，这是练灯的练嘛，应该是安尼。啊，顶到这个词嘛，真正。这一个是讲果子真实水吼，有诶伊迄个啥，芳果啊，也是迄个做
芒仔龟就哈密瓜嘛吼，啊个啥山影还是我袂记得啊。就讲有诶水果水分若较实水，伊就较沉到较重。啊，当然你即搭只是心情震动，迄个震动啊，所以就震到嘛。啊，过来就是求欠啦。迄求欠我就讲，细汉的时阵，咧讲骂，即两百字敢捌听着过是求个欠，要求个10年无水，搁若10几捌你搁嫌无卫生啊！吼，骂了一大讲，啊，毋过即马这个事嘛，感觉无啥，吼，所以求欠啊呢。然后我就讲，社会所的文章，你看，第2段的尾3逝，伊是讲徛铁马，啊，到正手面遐的时，等下我孔明车啊徛咧，伊话讲孔明车啊，所以bicycle 即个物件伫台湾，当头台北有几多种讲法啊，嘛有日本时代所留落来迄个叫做啥外来语词嘛，啊，孔明车是有人讲啥哦，是啥物？三国时代孔明所发明的，所以还改号做孔明车呢。啊，迄孔明车就嘛有几多种迄个啥音变效，孔明车、孔明车什么车，然后当然即马拢讲铁马较济，是铁马，还是自行车、脚踏车，吼啊，甚至日本时代留落来自転車、自轉車啊，什么自転車啥我袂記得，因bicycle 伫咧日文内底，伊原来嘛有汉字的写法，写出来是写自转车啊，有人是写自转车啊，嘛有人甲伊读做自转车啊，还是啥？伊那是日语是自転車嘛，但毋过对日本人来讲，因是毋是有甲伊分做汉字的写法，甲迄个啥卡那的写法，因为卡那的写法是对迄个英语来嘛。bicycle 甲 bicycle 是名词嘛 ，bicycle 甲 bike bike 嘛，所以咱台湾即马迄种叫做啥，会使租的迄种的，就是 U bike 嘛，迄就是 bike 嘛。啊，毋过伊个另外就是 bicycle 是2轮的迄种的嘛，所以迄个 cycle 是一个圆的，还是循环，所以因英语骑脚踏车有的人是甲伊讲 cycling。所以最近我才伫看到迄个啥，日本有一个 animation 是啥物？蓝连枪啥物女子高校的自行车社，伊迄是社团，高中的社团嘛。啊，所以伊就甲迄个 cycling 即种英语的讲法，啊，可能嘛进去日本。所以我所知的是伫日本可能 bike。啊，有自転車即2種講法，啊，啥物時陣用即字，啥物時陣用迄字，我毋知影。吼，啊，對咱台語來講，就是有鐵馬、有孔明車、有自転車，啥足一種講法咧。所以我就講，伊即個社會所文章真正就是較濟即種，有誒是迄個啥，聲調啦，啊，無就用字用詞誒迄個精差咧。好，毋知咱台頂誒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無？是讲空车，我是讲空灵车，因为用迄个字吼，第5条嘛，后是变第3条，啊第3条嘛毋是读无的音嘛，阮读了的音咯，变空灵车。变了哦，变了的音哦。啊，我头仔小查一下，查台语内底，台语讲。因是迄个台语讲说出来的，就讲甲阮讲的共款一个。因为我咧想，变下落迄个音是毋是对迄个日语来？因为日语是自転車，啊，自転車是写做卡那，佮转罗马字，敢若是 TEN， 对 TEN 自転車啊，所以咱会讲乌链嘛，啊，因为讲迄个乌链其實伫日本是乌链。啊，迄个乌电是就是电的迄个音，就是应该是讲，迄个乌，咱怎啊讲乌链？啊，对日文来讲，伊写的卡那转做罗马字的时阵是 TEN， 啊，所以就人讲，咱台湾人的日语是九州遐的人来咧教的，所以咱的迄个伫
日文的迄个 te 即个音嘛，读念的时阵就成 le 的，所以有可能是自転車准伫讲的，就是讲有一个所在伊就变空灵车，就是迄个 L 会走出来，就敢若迄个啥收音机英语是 radio 嘛，radio 我会记得我读英语时阵是学着 radio， 毋过进到日语佮转来台语的时阵啊，我有听过，也是看到文本就各种写法，爱读念出来就变成拉里哦，就变 L 音，毋是垃圾哦。因为我会记我看到radio 即个字写日本的卡那的时阵，我看到敢若是字，就是迄个打字主地图迄个字，就是可能伊话是写 GI， 还是写 T 啊，什么迄，等于是敢若落音啦。毋过就是讲我尾仔才知影，就是正式学台语文，读遮个台文文本的时阵，才知影日本时代，日本政府有去城怪骗着较侪的日本人，拢是九州遐人较侪，因为其他所在讲东京地区还是啥，因较无想要来到即个台湾的。你讲北海道迄个较远，无可能来，所以变成讲东京地区骗袂着，上远钱也无够侪，而且人东京地区市区可能嘛机会较侪嘛，就往南找。就怎找到九州遐，可能就是讲九州遐较侪人来，所以因为讲九州的人讲话敢若是啥啊，较重音还是安怎，还是腔较重，就变成 L 音会较明显啊。我所知是安尼啦，所以伊脚踏车即个物件对台湾人来讲，应该嘛算外来嘛，对无？毋是咱遮的人家己去吉头壳家己想出来嘛。所以即种外来物件，亲像一个外来的名词，物件一入来了后，单头单尾，我就讲各地方就有人有共款无共款的称呼法嘛，对无？规家拢铁啊，所以甲叫做铁尾嘛，真合理啊。日本人讲因早来，日文我所听就是自転車，台语人一听到时就迄个自転車去学习嘛，因有可能走去啊，所以我感觉即种外来语词的是打入来，第一时间有可能甲一个声音，要毋过传愈久，愈传愈远，愈传愈快的时阵，迄个声音可能就开始会有一寡变化。这嘛是因为咱台语文，咱台语主要文字的所在伫遮啊。你无文字，若准讲无中国语，强迫台湾。无搁讲台语，安尼范式就继续流传落去，也无要紧。反正到迄地方，到迄所在，知影迄咧讲啥就好啊。毋过即马毋是，即马就是有中语即个物件伫咧压迫咱，所以台语一定要有文字化，这是不哩重要一个因素。好，毋知咱台顶嘅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拄则顶一篇有一个拍母光嘛吼。这篇就是一个贴哈，所以这两个艺术伫教典内底是当做啥景画艺术当然中文当然嘛有中文的讲法嘛，台语就是这两个是算景画艺术的，就是可能伫写作的时阵会使安怎讲配换用吧。当然嘛牵涉到你迄个语境啦，对我来讲。拍母光甲贴哈算差不多是共款的意思，真差是你啥物时阵想要用这字用这个词还是用迄个词安尼？好，毋知咱台顶嘅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我来讲一个，我拄听到遐个变调的物件。第一段第四段，我是安尼读啦。摕阿母互我的10箍，我讲摕阿母互我的10箍，我的10箍，拄则敢若有另外一个变调法，我即摆想袂起。第二段当然，你着爱拍拼读册，和拍拼读册。
我是读拍拼读册啦，我甲伊当做合起来一个，然后讲即段的尾啊26第6章，我是读念狗仔底大肚鱼啊，伊大肚鱼啊应该是算，伊讲啥？迄敢是什么三班鱼啊？什么鱼我袂记得，啊是伊较早狗仔内底真正足侪种去的啊，即摆拢用头丝了去啊。啊，有时虽然咱讲大肚鱼，啊无就大肚鱼啊呢。啊，当然对遮是毋是有另外一个因变去我袂记起来，所以我会记的是差不多是即几个字词。哦，过来有一个是油车过，阮虽然拢讲是有送气的音，啊到顶去收风音叉的时阵，迄个什么台北偏专腔甲三峡什么样，才是送气音，其他的所在迄个油正过拢是无送气。就是讲新卡甲无新卡咯，比如讲伊头讲的迄摕阿母好花的10箍，吼，还是讲摕阿母好我10箍，看是要新卡还是无新卡。就看你的重点伫倒咧，摕互我的10箍，对，对，就是讲摕阿母互我的10箍，互我的10箍，甲互我的10箍，就调迄个。就是重点就无共款啦嘛，就是你看你要伫倒变调嘛，哎呀，这真正就是我感觉，当然我讲作者伫心肝底一定有一个声音嘛，啊，毋过我毋知影嘛，啊，就变成就阅读者的意念去思考，啊，就我来顺迄个啥语境去读念安尼。啊，这篇怎讲嘿？这还是毋是讲德顺早起早起爱？天也袂光落来去办，办着咱甲迄滴学拆掉，是毋是这个意思？有可能，要毋过伊就是拢，即马变成拆下，拢是讲互做是天要光的迄个概念啊。因为迄个滴下嘛是讲甲迄个外口皮的物件做下嘛，啊，只是即马是咪拆下变成是讲无去使用伊迄个文字意义啊，变成颠倒是延伸的意义安尼，啊无照字面来看，对啊，着甲孙仔外口迄衫甲拆掉啊，啊结果即马到顶就直接是用中文解说讲，天刚刚拂晓，现出微弱光线。哦，帕铺跟黎明早晨天刚亮的时候，啊，这两个在迄个文字意义上来讲，对吧？是同款的啊。拂晓跟天刚亮有啥物差别？结果是讲，我凊彩袂讲，一个是5点50分，一个可能5点55分，啊，一个是5点30分，这种的真差吧？啊，当然，这种时间几分钟的真差，目前伫台语的语境内底，就是除非你摕表出来看，啊，若无，就是用迄个看天色来论嘛。啊，到顶收的拆下的近话意思嘛是有几落个啊，什物拍母啊光、麻母啊光、麻母光、天要光，甚至直接读迄个文音的黎明，对吧？黎明啊，黎明这个词，伊即马嘛甲伊当做，甲伊读到台语音的时阵嘛，甲伊当做是近话意思啊，黎明啊呢啊，所以有几落种讲法啊呢，就天拄地下。做事人就已经起来顺残水啊！什么拄疼哈？这可能反正天也未光就已经出门啊咧，4、5点可能就出门。伊听阮母话咧讲，迄真正做田人足辛苦诶，迄啥？讲做到日头落山，佫有淡薄仔光，佫毋甘随转来，一定爱做到规个，或者啥？伸手不见五指，才轻离开园里，转来要食暗呢。听起来是安尼啦，啊，当然可能啊，逐所在啊，佫有无共的正做吼，正啥，可能迄个做代志的迄个啥，习惯啊，是迄个时间可能也无相款啊。
所以较想要准伫拄仔咧猜想，迄个拆哈，因为会去学孙啊，敢若是爱3-4点就去学啊。吼啊，学到可能天也袂光的款吧，伊可能一人学完，啊，就伊赶要去卖啊，啊你学起来，会孙啊嘛毋是会使倒手学起来了后，收的囥咧人啊，就直接去看要倒位卖，你有可能就是已经固定伫啥物所在卖，无啊，就是可能嘛是爱小处理过，可能至少甲图用掉是安怎，你才有通好卖互人客啊，甚至有可能就是甲外口迄竹骹毋知拆一层两层，我毋知，所以有可能字面上，所以怎啊变拆哈即个词，咱无咧用字面的意思，拢变成延伸的意思安尼啊。好，毋知咱第，请讲。分享一个啦。好，请讲，真好。就是讲这个拆下这个词的过程吼。我先分享一个经验，就是讲吼，有一年的考试啊，因拢是安尼讲，我有一届，我这个问题我已经问过2届、3届，我有一届去老师甲我问，就是什么？拍蒲羹甲麻母羹，倒一个较光啦。拍蒲羹甲麻母羹，倒一个较光哦。对，就是对我一直记这个题目，所以我捌头一个问老师的时阵，老师甲我讲，啊，拍蒲羹甲麻母羹其实就是差不多啊光啦，就是透早光的时阵啦。然后我问讲，安尼倒一个较光？伊讲这真好讲啦。我搁第2届一个电话，我就去问，我去问的拢是较专业的老师，去的老师甲我问，讲拍蒲羹就拍蒲羹，麻母羹就麻母羹，你若就一定爱艰苦就去分拍蒲羹较光，还是麻母羹较光？我先去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记有一年的迄个认证考试啊，认证考试就是有一个题目啦。伊就是问你讲拍蒲羹较光，还是麻母羹较光，互你选倒一个。我一直甲答我选找无答案，所以我一直毋知，因为伊迄个题目无公布答案。无你公布答案对无？嘿。对，所以甲当嘿啊，所以我听到有两种啊，不管哪这毋是重点啊，所以我即摆要讲拆下。所以因为我问过几个老师，尾我就无去问这个问题，因为我去问甲去互问。讲我哪会嘿啊？真正我这一个答我一直要找无一个真，但是我家己理解吼，咱先搁讲倒来这个拆下吼，我差不多听咱线顶咧讨论吼，其实安怎讲？我听起来吼，恁拢食过笋啊，毋知影笋啊是安怎食，捌爬过笋啊。拆下吼，我了解就是讲，甲迄。你拄头先讲的，就是讲甲笋仔壳来掰开是正确的，是甲拆开，像咱拆笋下，迄拆下，吼，拆下就是讲你的笋仔其实伊是安尼一层一层包起来，啊你若外口一层层拆开的时阵，你会发现一个现象，较碗笋仔肉迄个部分会较白，吼，伊有一个渐层，什么是渐层？就是讲伊会较白，愈来愈较无，过来较碗迄个咱。看到表面迄个青壳，吼，伊的壳你若有机会，你若去买笋仔，是可能买笋仔直接去看吧。笋仔掰开，伊真正内底层，就是因你上外口迄层你看出来是拢共款，就是拢安尼，是拢共款。啊，你内底迄个若外口迄个甲掰开，佮甲掰开的时阵，你着看一下去下，伊拢有一个层次，是无共的。啊，迄个拆下就是讲拄啊掰的时阵啊，头啊白的时阵，啊，现在头啊白，你讲差不多讲到插笋仔。插笋仔无毋对，因为笋仔吼其实是爱半暝插，啥物是爱半暝插？因为迄笋仔啦，一般来讲就是就是迄个叫做麻竹笋。麻竹笋来讲伊若出土，伊就出青就苦。出青对，啊伊就见着日头，只要出土见日，伊就会苦，伊就会发苦。所以你插笋仔的时阵，若讲参像。绿竹笋的话，伊就爱砍，到尾咱即摆就较现在拢砍乌布，就砍乌网啊，砍乌布，对，砍起来。嘿，啊，以前用传统的是，就是真正是爱背用土甲伊砍起来安尼。啊，伫咧天还袂光的时阵，还袂出来的时阵，
就爱去甲伊掘起来。啊无伊若见着日头晒着日头光，伊就会反青反苦。啊，这是一个。啊，所以讲来讲去，你到即摆是毋是恁是嘛有同款过程共款？啊，即摆到底是麻布光较光，还是拍布光较光，还是拆下较光？不管结论就是讲，咱就要讲倒来拆下。拆下我听了一个，我感觉上清楚的解说就是东方鱼肚白。对，迄个有一个啥物？对啊，咱捌读过一个文章嘛。文章就讲了这鱼肚白，对啊。一个东方鱼肚白。汉字啦，所以就是鱼肚白。对。迄个鱼肚就是迄个鱼肚，咱讲沙巴时来讲，沙巴伊的腹肚是较白，哇，较油遐是咪较白？较是咪渐渐较乌？你去掰笋啊，你甲伊笋开，甲掰开来看，哎呀，真正是伊个较歪笋肉，迄个部分就较白，啊，较尾，因为伊会一下塌一下嘛，伊是安尼烧塌安尼，啊，伊毋是济烧塌，是烧深的。烧深的就是讲有看到的所在就较白，啊无看到的所在伊就是会走出来嘛，会走出来，造成迄个位伊的切对就较深，就像沙巴鱼肚安尼共款，吼，就是较下骹迄个就较白，啊较顶悬就是有记得伫迄个就切对较深，所以迄个拆下的感觉我个人理解就是迄个我之前跟做老师讲，我就真赞成就是讲这东方鱼肚白。安珠老师讲的啦。安珠老师讲鱼肚白 ，OK， 鱼肚白。所以我感觉这个解说就对咱讲无，用咱的生活经验来讲，因为我细汉捌阮兜捌种过款的毛竹笋，所以我对这个过程我有小可了解。所以迄个安珠老师一讲，我就了解啊。我嘛就过去问讲到底拍布更较光，还是麻布更较光啊？做到一句。就是要甲各位分享，就是讲，你看海感觉，吼，你就是用东方鱼肚白迄个概念，迄个光，嘿，安尼你就有法度去了解讲，是安尼，安尼若无法度，这个鱼肚白，你去看迄沙巴鱼长啥款安尼，你就有法度了解。你想甲咱怎样？好，感谢甲恁甲咱分享吼，迄真正就是，你看签笋啊，反正就是，捌你的笋嘛，敢若笋听讲嘛不了。出名是安怎？啊，迄真正是，毛竹笋啊，啥物笋，逐种笋啊，当然就可能大细枝、大细粒吧。啊，迄个拆，我印象中就是伊掠一刀，才一前甲拆起来。啊，当然，出青当然就苦嘛。当然，即马咱知影苦的原因了，因即马总然嘛方法会使去准讲出青会苦，伊嘛是各有方法甲伊变袂苦安尼。在网络顶悬，即马真方便，你会使凊彩就找到啊。对咱台语的部分，变成讲无去定义，暂时无去定义讲啊，到底麻布仔光较光，还是拍布光较光，倒一种光较光，对无？阵你开玩笑讲，输光光就最光啊！你这当然是另外一种讲法笑话啊。迄个时间的论述的问题嘛，到底是？我就拄仔讲嘛，可能一个是5:30分，一个5:50分啊，倒一个较光。这有当阵是甲你的感受有关系啊。啊，在科学上目前咱是还无去分到遮尔幼啦。啊，毋过我感觉是毋是明日有可能有需要，搁去甲伊分较明安尼啦，可能是安尼吧。好，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好，安尼这是。114年度的社会所啦吼，你读的时阵应该嘛会使感受到真正有较深，甚至是个用字嘛，敢若较足侪变化是啥？吼，咱煞来是要读115年度学生所的吼，啊，迄可能若过来读的时阵，你应该就会使感受到即个社会所的文章，甲迄个学生的文章，尤其对国小开始读的时阵，我想应该迄个感受应该更较大，就讲随。读会出来，社会所文章甲要互国小读的文章的前差呢。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咧读即个114年度朗读稿的社会所文章就暂时先读到遮。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嘛感谢台下的朋友听我咧顶悬网读网分享网交流。那今日读到遮，感谢，谢谢，拜拜，再会。感谢各位，再会，谢谢。